欢迎收看今日的节目。黄宇佳佢本来就会专业做编剧的，佢底下家庭是写青岛的戏，就得了青岛的奖。今日老记来讲看啊，佢底下家庭是写剧本的心情。曹大先生，哦，기다가。教授，控制马的马上，探了摸着斗我爷，就问脚不带。当初这个戏它的历史资料非常多。那为了这个戏，我还把台湾史，然后台湾的医疗史、台湾医生的养成，就是全部做了一遍的搜查。然后因为大将徐放心他留下了有自传，然后还有整个少棒队完整的资料，包括他们当时整个少棒队的练球日记，所有那个球员的每天生活的点滴，他吃了什么东西，球迷送了什么东西，球迷写给他们的信，他们都有完整的资料留下来。所以在写那个戏的时候，包括徐放心的女儿们也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。也就是说，在资料上，在真实人物的访谈上面都非常的充足，所以这个戏写来其实是非常过瘾的。各位听好了，杨雄哥牺牲短打以后，就用打带跑战术，这在学校练习很多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现在大家气势要提起来。曾教练啊，现在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用长打？杨小姐，她长打可以，如果现在打全垒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3分呢。哎，梁雄哥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觉得时代戏在资料收集上面跟故事，你要去抓到那个故事脉络，让观众可以跟着你下去。其实需要有一些戏剧方式的辅助，不然就变成纪录片了。其实多多少少我们童年的生活经验会放在戏里面，然后也包括在他自传里面提到的，在屏东生活的这一部分，那其实不陌生真的不陌生。其实，你只要在客家庄待过、生活过，那个其实平常日常生活跟对话，其实它就是信手拈来的。大家很用心去经营那个时代感，去把那个时代感完全呈现出来之外，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对我们来讲很困难的挑战，就是比如说王娟姐她不会讲客语，魏生豪的客语也不是很好。对，我觉得没有太大帮助，因为我们到现场会修本，因为台词太多了，真的我没办法消化。我坦白说，我没办法消化，我没有学过。你就可以知道那一句一句拼出来的戏是多么的辛苦，但是也非常有成就感。对啊，可以几日啊吼，同阿姨讲一个自己处处，还想两3天底下买的事情。外面唔ดี像迄飛狗嘅事情，超拉煩嘅。唉，好彩小李先生肯留下來，以後細妹吼就是更難得啦哈。係啊，金顶天很蓝是，我觉得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客台的企划们，他们丢出了一个虚构的村子，希望做废校专题。所以在废校专题的前提下，而且又是一个虚构的村子，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把自己的想法跟创作全部放在这出戏里面，但是它又被包藏了一个秘密在里面，我们大家都从这个秘密去挖掘，没有人再告诉你废校对我们有多么的不方便或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小朋友需要上学。废校之外，它有年轻人下乡、城乡差距，有少子化，然后有那个老人，就是对隔代教养，然后还有那个乡镇里面的老化的问题。像技师天天的敲，等下山的春雨都前张饭哈，接不啦？过来。
先来出搞个技师哈。係咁樣嘅。係咁樣嘅咯，係咩嘅啦？老幾啊，講咩都按添。誒，講係乜嘅事啦？行嘢去嘅啦，俺都發咗嘛啦。哎呀，冇想咁多啦，伢來下山嚟啦，唔係伢來啦。講翻堂得來，外叫我運氣出哪來？係咩佢伢來，我見人就阿爸嘛。小屁啦，行嘢去嘅啦，將佢那又唔叫起冇啦。阿哥，爸爸你回來。伢爸哦，講到伢爸哦，算了啦，總係冇叫你個來啦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想法，就是我们希望店里面有一个由唐川大哥他主持的一个杂货店，然后这些乡亲们每天都会到杂货店下面的大树下去聊天，聊他们的家常，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平常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台湾社会是非常的多元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去关心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。不管是云顶天很蓝，或者是大江徐蚌心，你用一个俯视的观点去看这些剧，其实我们都是很疼爱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。不行啦。你看，来，同学，我来，这个你压住以后，然后你要这样踩下去，哎，哎，印尼燕，大陆强，快来帮忙啦！妈，你看我朋友很多吧？他们都是我同学啊。同班同学嘛，哈。那你如果愿意来送阿松的话，我会跟你们老师讲说你在做好事，然后请他帮你记功。以前不是有一个玻璃娃娃的案例吗？不晓得，因为玻璃娃娃他从那个楼梯上面掉下去，他就往生了。后来他的哥哥就告这些国中生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这些国中生后来怎么了？因为这些孩子他们被告了之后，对于他们的后来有没有什么影响？那就从这边一个小小的念想开始。但是我在最后设计了一个反转，就是当他们在帮这个弱势的娃娃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幼稚的不情愿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玻璃娃娃，他可能在言辞上是比较尖锐的，他可能觉得你为什么帮我9分不帮我10分的这一种，所以这些人在最后那一刻并没有伸出手去救他。我那时候有在讨论说，我们最后要不要帮这几个孩子圆一下他的梦？如果当时我可以伸出那只手拉住那个轮椅的话，就不会造成我们大家有今天的遗憾。我一直觉得一个感动人的作品，一定是他在某一部分会打中你。我们经常看到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啊，或者是电视电影，其实看完之后，那个在心里面的回荡是很多天的，非常多，他一直敲打你那种。但是我就想说，如果我今天丢出的这个议题，再加上导演的手法，加上演员的努力，那如果能够看到的人能够让他心有戚戚焉，受到感动的话，那我觉得不管我们得奖，它都是一个好作品。